老师，各位现场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阮三步一阵风，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，成功袂晓，不知有偌多苦楚，不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，坚定的是看阮向前行，才会为着阮的命，有人出世就好。慢慢向前行，有命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。